的国防法案在参议院被搁置，因为共和党参议员马克·鲁比欧要求惩罚中国，据称对维吾尔人的待遇引发了激烈的分歧。据报道，鲁比欧阻止了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的投票，因为该法案不包括以侵犯维吾尔人权利为由禁止从东突厥散进口的规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四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会面，谈及乌克兰局势。布林肯警告莫斯科，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将付出巨大代价，并敦促俄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欧盟委员会宣布，已向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分配了新的人道主义援助。据称，土耳其收容了400万寻求庇护者，其中约370万是叙利亚人。欧盟额外拨款3.25亿欧元，用于继续实施社会凝聚援助计划。该计划旨在支持土耳其难民，直到2023年的头几个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呼吁伊朗重返2015年的核协议，称德黑兰政府仍有时间进行谈判。美国财政部在其官网发布声明表示，12月2日，美国对白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据公布的清单，针对白俄罗斯的新限制措施涉及20名个人、12个组织以及3架飞机。在加拿大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公众希望脱离英国君主制。根据以民意调查而闻名的安格斯利德研究所组织的调查结果，52%的人希望加拿大脱离君主制，25%的人希望当前的秩序继续下去。国官员表示，由于 Zara 母公司可能涉入维吾尔强迫劳动，西南部波尔多一家分店扩店的计划遭到禁止。据法新社报道，西班牙服装巨头 Zara 位于法国的公司原预计将位于波尔多中心的商店面积扩大1倍，但负责审查该项目的地区委员会11月9日投票反对。反对扩建的委员会成员援引了有关 Zara 是否从其中国供应商使用维吾尔族人的强迫劳动中获益的相关调查。